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喙臭竟然是结石在作怪。高雄一个42岁乡亲讲，喙真臭，臭到互人真嫌，就要去看医生来找原因。实在想袂到，讲都是因为扁桃腺扁桃腺迄个所在有结骨啊粒的结石，讲迄就是造成喙臭的原因。 来事件影像内底，查甫人很多线生一粒一粒珍珠白结石，体科医师用吸塑管给吸出来。本来患者的口臭是因为喙内生结石。他来求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喉咙异物感。最近女友也常在抱怨，他常常有口臭的问题。取出完之后，他整个喉咙的异物感已经缓解了一大半。 事上拢是喙齿结石，很多腺脉生结石。医师讲，很多腺顶的凹孔可能卡垃圾物件才会生结石。长期的一些水分不足、熬夜、吃刺激物，甚至我们讲的一个循环代谢不好，这些都造成扁桃腺结石的一个发生。很多腺结石若是无吸出来，就会口臭。免怎预防？医师讲，平常时喙内洗好清气，加啉水，莫受外困，嘛莫食受刺激的物件。另外，亲像正确入喙齿，接用气线，饭食完嘛会记得落喙，都会当避免很多腺卡垃圾，喙内嘛较袂臭。